有好也有坏，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，要配合比较好。有些人呢，利用网络要工作、要做生意赚钱，这样就被限制了。自己有做网站的都没有办法提供网址，要点连结的一律不点。这一点，个人呢发展网络商务的就有遇到障碍了。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，还是要配合比较好。